最近的报告表明，维吾尔人被迫在中国各地的工厂中参加强迫劳动。据透露，维吾尔族青年以廉价劳动力的形式被出售，每月600元。众所周知，东突厥斯坦的每个地区至少有一个集中营，中国商人在集中营中建立了工厂。据当地消息来源称，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出售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这些人将以单身或集体的身份被送到中国各地的工厂。这些维吾尔人每月只能挣600-700元。同时，随着武汉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以及对口罩的需求增加，维吾尔囚犯被迫与口罩工厂签订年度合同。当局最初在阿图什建立了口罩工厂，目前在整个地区扩展。日前，曾将新型冠状病毒直呼为武汉病毒的日本副首相、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周四在日本国会参院财政委员会上表示，现在全球有50万人联署撤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很多人还高喊把世界卫生组织改名为中国卫生组织。在当天日本参议员会议上，有在野党议员提出，近期网上出现以世界卫生组织未能保持政治上中立为由，要求谭德塞辞职的声浪。对此，与会的麻生太郎则发言称，出现大量声音说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改名成中国卫生组织。有人1月底在全球最大网络请愿平台上发起联署，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辞职，至今已获逾59万人支持。荷兰卫生部表示，官方已经召回成千上万个从中国进口并送到医护人员手上，以协助对抗武汉病毒的口罩，因为这些口罩的品质未达到标准。荷兰卫生部周六宣布，已下令收回已发往医疗机构使用从中国进口的数十万只口罩，因为这批口罩不符合质量标准。这批到货的口罩共有130万只，荷兰当局下令收回的是其中一半已发放到医疗机构的口罩，共有60万只。荷兰卫生部官员表示，第2次检验结果显示这批口罩不符合质量标准。荷兰政府现在决定将这批寄来的口罩全部废弃不用，从中国订购的其他口罩到货后将进行更严格的质量检验。欧盟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冯德莱恩说，由于武汉病毒爆发初期成员国采取了单方面行动，欧盟处于真空中，但是欧盟有机会因危机而重新认识自己。欧盟委员会主席莱恩在接受德国新闻社采访时，回应了有关欧盟对武汉病毒没有发出足够努力的批评，并呼吁欧盟内部进行更多合作。冯德莱恩否定有关欧盟对武汉病毒疫情没有封锁边界而导致病毒传播的言论。对于欧盟委员会没有为应对这场危机做出充分努力，他说，欧盟委员会为消除跨界拥挤、转移必要材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当被问到欧盟会因为这场危机而解体吗时，他说，这在我们的掌控中。在武汉病毒危机开始时，我们感到自己在太空中，但是后来我们采取了积极行动。在中国武汉出现的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已成为世界大流行肺炎，世界范围内导致3万多人死亡。根据世界卫计网站的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武汉冠状病毒导致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万299，受感染人数达到65万0913。在遭受最严重打击的意大利，死亡病例超过1万例。意大利之后的西班牙，死亡人数为5812。美国在感染数量上排名第1，达到123750。至今为止，土耳其已有7402人被感染，有108人死亡。